宅配哦。今年冬季最想要、最清楚的灯会活动，就在故宫开家门，嘉义赏灯去。我是嘉义县长张广焕，邀请学校亮眼太阳大道、故宫南院欣赏一个更不一样的艺术灯会。12月19号开始到20日，相约县水中楼广场，一同赏灯。跟老花眼。啊，那会安尼。了。啊，拄好有拜迄个三圣的公妈，就比个感恩。三圣公妈就比感恩咯，华咯。这算东山乡啊，东山乡啊。